哼，我堂堂玄虎少君，竟然与一妇人当街争吵。妇人？妇人怎么了？你别用这种性别歧视的语气跟我说话。我告诉你，这世间唯有男子跟小人，难养也。三公主既然不喜韩某同行，您就自己去游街吧。自己游就自己跟。哎。 这是什么新的彩头？岂有此理！大庭广众之下，韩硕竟然损毁芊衣物，当众羞辱妻子。玄武城男子果然不敬妻子，不会伺候，不安于世，根本就配不上芊。看什么看？韩硕，你别走！韩硕，我跟你争不了嘞！我看这少城主根本不喜欢韩少君啊。芊夜夜流连于教坊司，男女之情于他而言，不过是一时新鲜，倒可惜了韩硕对他一往情深。 有意思了。这游街的时候被扒了衣服，这算什么？皇帝的新衣，太丢人。三公主消气啊！来，8个橙子吃。扒橙子，晦气。扒个香蕉。好。我说少君，你幸好是用腿走的，我给你一匹马，你是不是还得拖着我走完整个大街啊？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这只香，你这个人了。少城主，这什么呀？现在身为少城主，要主动帮城主分担政务。不是少城主就没有个实习期吗？一上来就这么多工作，我压力很大的。少城主游街当众脱衣罔顾，这是公文，这就是八卦杂志，都是瞎写的，看了生气就别看了。别看了，少君可得听好了。少城主游街，当众脱衣，罔顾祖宗之礼法，不知羞耻，不堪入目，更是与少君当街嬉戏打闹追逐，将闺房之乐置于大街之上，引人唾弃。念的掷地有声，仿佛上面写的不是他一样。哇！哎呦，让双少的，让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有了，白金。啊，你快去准备一下。这样行吗？姑且只能试一试了。快去。是。游街扯你裙子的事，算我不对。这次你扯，你走，我就脱光了。哎，你喏，这个是你说的？嗯，真无聊。
谭公主，裴思学来了。陈芊芊，你别跑了。芊芊，你这是？裴寒，我正与夫人嬉闹，见笑了。韩少君真是与花园城男子不同。既然少君身处花园，还是要改一改玄虎城男子身上的劣习。哎，我这本书，韩少君好好学一学。好好学学啊！学就学。哎，裴寒，你来的可真是及时，我有一大堆公文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你以后要是没事的时候，天天来帮我处理政务，好不好？花园城女子当政，男子插手，多有不便。这有什么？你又不是外人，走吧。哎，批阅公文算什么？我们少君从小批到大。